大家好，今日為大家展示 Propel Air 135嘅創新座次。我哋而家位於達之路嘅一棟商務大樓裏邊大樓安裝咗多個 Propel Air 135座次。Propel Air 每次沖水只係使用 1.35 公升，同傳統嘅9公升座次相比，最多可以節省到 85% 嘅水，大大減少咗沖水系統用水量、碳足跡同埋費用，使到 Propel Air 成為你 ESG 策略嘅創新元素。Propel Air 大幅減少咗用水量，亦都節省咗成本，投資回報期可能只係1年。Propel Air 135裏面有隱藏式水箱，包括一個獨立嘅儲水器、一個氣泵同埋一個電子控制板。Propel Air 座次配有透明廁板，讓使用者放心，確保睇到一個乾淨衛生嘅座次。要自動沖洗時，只需要蓋上廁板，密封座次就會自動加壓沖洗，無需觸摸沖洗按鈕。密封廁板防止沖洗過程中嘅氣溶細菌同埋異味散出，感覺清新，更加衛生。關閉後250毫升水沖洗，高速空氣壓走污穢物，13秒內又可以重新沖洗。設施管理人員仲可以通過一系列簡單嘅廁板鎖操作嚟到執行乾式沖洗、疏通排水管，而無需一啲專業嘅技術人員到場。此外，Propel Air 座次仲同呢個物聯網相連，設施管理人員可以通過 Propel Air 嘅應用程式監控座次嘅實時狀況，然之後安排佢嘅打理。通過使用 QR Code 進行追蹤，仲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亦都提供即時日誌記錄、打理計劃同埋自己預設嘅報告模式。有關更多嘅資訊，請訪問我哋嘅網站 propelair.com 或者佳澤工程有限公司25112118。多謝咁多位。